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月1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来自全球14个国家，将近300位医药相关领域学生聚集伫咧台南成功大学，依照世界卫生组织会议模式召开模拟会议，探讨全球的健康人权，也希望让全世界会当知影，大学生嘛会当关心国际卫生议题，嘛让世界看到台湾。第2届台湾模拟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由台湾医学生联合会主办，伫咧台南进行为期5天4暝的会议。台湾的各医学院拢有学生来参加，另外阁有74位来自国外的学生，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芬兰、印度等等国家来参与。台南市长以及成大校长拢非常热烈欢迎因的来到。卫生局长也表示，未来台湾会当参加 WHO 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的时阵，今日的会就有真大的有sen练习作用。其中有14个国家，232个学生，那其中来自国外有76位。那我想，我们台湾虽然目前没有办法进入 WHO 开会。但是我们是用观察员的身份到里面去观摩所有的世界的相关的会议。那赖市长也提到过说，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正式成为会员，其实对一些公共卫生的政策跟防疫的政策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握的，那是非常可惜。因为除了世界的一些疫情可以分享给台湾以外呢，台湾有很多新的也可以在这个大会里面去分享。那今天学生利用模拟的方式，WHO 的会议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议题，这也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医学系学生早一点跟国际接轨，那能够跟他们一起交流，那一起去模拟。有一天一定很快来临，我们可以参加WHO会议的时候呢，我想这些医学系学生可能已经变成住院医师、跟主治医师，甚至变成教授，我想可以很快的接轨。这届会议将伫咧最后发表共同声明，同时台南去年伫咧天狗日防疫上的经验，伫咧会议当中也会分享，提供予其他国家作为参考。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今年迈入第3届的台南冠春美食节，对18号开始到22号，连续5天要伫咧永康平雅市全国电子边仔的道路盛大举办。除了有年会大家、甲公益团体的单位以及街头艺人的表演，而且每一天阁提供4000份的免费品尝券，要让民众会当免费体验冠春的美食。由议员林义正甲永康区成功里长金冠宏合作办理的台南冠春美食节，18号第1天开幕，招请真侪妈妈来遮比较选买。这项活动佮特别伫每天推出4000份的免费品尝券，要让民众享用冠春妈妈的手路菜。这一次办这个活动已经是延续了第3年。那首先这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南区新生里的里长王里长。他把他的经验传承给我所以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为大家办这样子一场年货大街。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眷村的味道包含过年的年味，其实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慢慢的消失了。那我们一直试图想要去把这个样子一个年味，因为这个年味是充满了一个温暖温馨，而且它的那些食物饮食都是非常的道地，非常的有特色。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把眷村的美食味，还有以前古早的那种人情味给找回来。为了要保存这样的眷村文化，食物美食是唯一可以保存这个眷村文化的重要的指标之一。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接续前2年的这样的眷村美食节的这个内容计划，继续在今年推行。那期待让大家有个过年的感觉，也期待让许多的眷村的老伯伯老伯伯这些阿姨叔叔们都可以
透过这样的一个眷村美食，来重温过去的历史记忆。现场有真侪被喇叭演唱的单位，有狮子头、山东大饼等等，拢是民众伫一般市场较买无的。但是即马来贯穿美食节，一摆就会当买到。这个跟台湾口味不一样啊，这个比较不甜呐。很开心，一年一度的眷村美食节，那今天呢正式开跑。从18号到22号，燕柱在这里呼吁所有的乡亲呢，若看到公告的较紧来因为呢，好康会报大家知。今年第3档举办的贯穿美食节，有超过30大贯穿美食跟年会，同时有公益团体的单位加街头艺人的表演，而且还有液晶电视的冒菜活动，内容精彩佮丰富，民众千万唔通错过。感谢新闻山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将社区的人留伫咧在地过年，安南区南兴里特别伫咧旧年春节办理好过年的活动，借此来发展地方的特色，行销地方的产业。今年佮特别延续办理这项活动，以三太子甲牛车为主题，要邀请民众伫咧过年时体验农村的文化。由安南区南兴里办理的南兴过好年活动，特别以在地文化甲产业推出慢菜头、古早味佚佗物仔体验、坐牛车、踅社区等等一系列活动，借此营造过年的热闹气氛，也希望吸引更较侪人留伫社区过年。伫咱即个安南区南兴里有办即个南兴过好年的活动，希望透过即个活动互大家感受咱农村的魅力所以今年咱有两个特色，就是讲有即个三太子甲即个牛车伫咱的社区拍照那只要来到社区的民众看到这个牛车你就可以坐牛车游农村那重点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南寮新安宫，在大年初1、初2都有活动。初1呢会有长官来发红包，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古早味的铜丸，那有很多的民俗义政呢会在我们的庙城来呈现这个庙城文化大年初2我们有一个社区的特色叫做请囝赛的活动希望这个请囝赛的活动会当甲社区一寡嫁出去的查某囝大家倒来这个咱的征讨这会用餐，然后凝聚把过去的这些情谊那个连结然后让大家可以社区更活络。今年社区就长辈到庙埕拍麻将，今年的活动则是以三太子甲牛车拍照为主题，不但提供民众春节假期的好去处，而且这种社区营造的方式，也为其他社区做了真好的示范。咱安南区南兴里咱是里长伊主要营造这个过年的气氛以外啦伊嘛要来展现咱在地一寡特色包括文化包括地方的这个产业甲其他的这个传统的物件拢会当过年的时阵互大家来参与，因为过年的时阵大家放年假所以较有时间来参与这个活动。用这点来讲，安南区其他还佫有50个里，伊嘛会当来营造伊一个所在一个庄头的其他的特色，互济民众更加认识咱安南区这个好所在共同每年拢会当想讲来安南区一定做好耍的安尼。这系列的活动为1月21号开始，一直到正月初1甲初2，分别有写春联、吹粿、发红包、甲庙埕请囝赛的活动，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南兴过好年。咱新闻山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的九龙三清殿，每一档的农历12月21号，拢会举办岁末祈福祭天科仪，而且甲一般的祭天所需要各种生礼无共款，庙方全部使用根茎类蔬菜，代表生生不息的意思，希望将福分持续传落去。九龙三清殿主事道教上悬的神明三清道祖，每一档农历12月21号。庙方都会举办祈福祭天科仪，而且用根茎类蔬果来敬拜天地，代表崇敬自然，借此谢天恩、敬天地，为台湾祈福。
今仔所摆的就是社电引竞电地24善行的3工就对啦吼。咱感恩吼，咱天地互咱的即个优惠，互咱经济会当安尼高吼，咱每一个高吼。伫世界各国啊，对啦吼，伫咱台湾即个宝岛会当延绵就对啦吼，事业家的即个风范就对啦，去建立吼，咱即个财的即个运转台，所以吼，每一年就对啦吼，对社会、对市政府就对啦，咱吼像7月15就对啦，普划就是1000几道。800道互社会局来延绵这吼弱势团体，所有的运转台就对啦。咱今仔日所有运转的就是甲遮青的物件就对啦，带转去放咧互米搁再延绵就对啦来运转咱世界各国趁钱就对啦，拢会当圆满。这项社天温敬天地活动，到今年已经持续举办20档。每一档拢会吸引大批信徒参加，九龙3000店店主陈宝春也会伫个祈福会顶面为信徒开示，并且向神明祈福，保庇新的一档好运旺旺来。今日新闻张伟忠彩虹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成瘾。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迎接农历春节，东区东光里的里长邀请东区的百货业者以及台南在地鸡卵糕业者，伫咧18号下午共同为东光里的弱势居民送上物资以及救济金，希望让这寡民众买当欢度佳节。农历新年将要来到，东区东光里长为着要让你来弱势里民会当安心过一个好年，特别邀请东区的百货业者，也有台南的糕饼业者。准备物资，也有救济金，希望透过企业的爱心，让里民都会当度过美好的新春佳节。南环购物中心以及我们东关关怀弱势促进会啊，我们曾顾问，还有我们明星食品，他们都踊跃来共襄盛举。我也是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单位来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帮助我们东关这些弱势团体。在每年的大概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过年过节，有一些弱势团体，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也，这次要感谢我们的里长，许里长，他每次都知道说弱势团体要照顾，然后要送那个寒冬送暖。那我们也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把这些的那个温暖送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那可是每次的里长都不会把我们忘记。我说实在来这个台南那真的是在东光里有这么优秀跟这么有爱心的里长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这届总共关注20号，东区区长吴明熙也亲身到现场感谢业者斗3工，也希望会当有更加侪企业会当做伙关怀弱势，让更加侪弱势会当安心过节。台南新闻郭博义彩虹报道。春节将要来到，南台南家扶中心为着要帮助弱势家庭过一个好年，伫咧18号甲中西区公所合作，伫咧公所头前的广场要举办助贫义卖会，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帮助有需要的民众。伫画面中，侪商品，无论是手工饼、八仙果，或者是日常生活用品等等，拢是即届中西区公所甲南台南家扶中心共同举办的助贫义卖会商品。
南家湖中心推动这个无穷世代计划，就是希望帮助弱势家庭过一个好年。其中手工饼也是由着南英上港餐饮管理科的师生提供。现场可以当看到真侪民众购买商品，用行动支持弱势家庭。市员洪玉峰也到现场响应。我们每一年几乎在这个岁末年完之前，我们都在我们中坜区这边呢办一个那种义卖活动。像我们这次的那个义卖活动也受到南宁商工的那个陈金龙校长他也大力的支援，因为南宁他们有一个叫做烘焙班烘焙班里面他们自制的那个什么手工饼干然后也汇集各界的。叫做爱心物资，爱心物资的因为当南家湖它就位于我们中西区的，也是属于我们中西区里面一个机构啦那所以说他们在做一个助学活动里面，我们中西区能够尽我们能力，也可以当南家湖里面做一个最大的帮忙。宝良在这边呢，仅代表我们南台南家湖中心，还有所有的帮助的家庭跟孩子们谢谢区长，谢谢所有我们在场的一个我们各界的来宾，然后让我们南台南家湖中心更有力量，在未来每一天呢，陪伴我们台南的弱势家庭、弱势孩子呢，找到他们的幸福每天呢，一个学期的念书都是很安心的，在学校里面好好的学习，还迎向自立一个幸福的一个未来。除了爱心义卖以外，现场也放置捐款箱，经到里长率先捐出现金。家湖也希望更加侪民众会当做伙帮助这弱势家庭。只要摕出落地内面的银角仔，就会当互弱势囡仔有无穷的未来，互今年的新年过了更加有意义。捐款电话是0625067822。今日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油菜的工课需要大家小巷走透透去散批，所以比一般人看过更加侪街头的景色。伫咧新营邮局担任邮务室的李翔，就利用散批的看板，用手机翕相记录沿途的人事物，甲民众分享，造成轰动。即马伊也将要出册，甲更加侪人分享伊的作品。伫新营邮局服务的李翔，因为工作需求，需要骑车四界去送批，这也互伊看到真侪无人发现的美景。3天前开始用手机翕相，记录这趣味的画面，并且伫 IG 甲民众分享，结果造成真侪讨论。即个接受小西门的邀请，来到馆内布展，希望互更加侪人看到伊的创作。作品课其实是以工作内容为主。但是也有相对包含自己的放假的时候拍的，对，包含自己去旅游啊干什么的，然后自己去一些私房景点，一起结合而成的作品。那如果说，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角落的地方其实是都很美的东西，那好像没有什么人会去注意，但是那真的通常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景象。那我想说，借由我的作品，如果说可以勾起大家一些的回忆，或者是心中的某个地方的记忆，我想这样子我就会很开心。这个展出的作品总共有40多把，展出的内容主要是李翔伫散批时阵所遇到的人事物，画面简单朴实，但是却会当带来感动，非常值得前往观赏、感受看卖。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鸡年十个文创园区将伫咧新年初一开始就进行古乐节的活动，而且今年度首次刷到室内梦堂剧场表演，将会带来甲以往无同款的气氛以及感受，加上日本、荷兰甲美国的乐团，互人更加期待古乐节充满过年气氛的表演。伫咧色彩灯光五彩变化的梦堂剧场表演，互人感觉古团的表演更加美丽、更加活泼，而且充满奇妙的感受。今年农历过年，十个文创园区推出吉祥春礼、古乐节活动，首度将表演刷到室内进行，就是要互民众感受融合了历史、人文、艺术的表演方式。今年度的这个2017年吉祥春雷的这个
古节呢，我们首次呢是移师到梦堂剧场里面这样来举办。那这一次的活动别开盛会的部分就是说石鼓有从这个奇美博物馆那边沿路呢大彩街到这个石鼓园区。那时间是在这个大年初2的这个中午的时候。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基本上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邀请了4个国家5个团队。那特别的部分就是首次邀请了荷兰的队伍，他们打这个印度的塔布拉这个鼓乐来到这边演出。那搭配了小提琴，还有搭配了这个bass 的部分的演出。那同样在美国有一个叫 Spinning Monkey 的这个队伍基本上他们也是搭配了非常多样的这个表演，除了一般的打击，比如说爵士鼓啦、钢鼓之外，他们还有融入了吹奏的这个竖笛，还有融入了这个电吉他这样的一个表演。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特别，是因为它跨了这个传统跟现代这样的演出。那石鼓这次也不遑多让，就是我们有准备了2首新曲子，即将在这次对外这个做一个首演，包括了我们的开幕的这个无极，那也包括了我们这一次的先行者这个演出，就像刚刚记者会看到的这个前面的2桥段这样的小小的露出。那我们这个园区基本上搭配了这个极限体能运动呢，也在这个时候同步展开，包括即将开幕的这个天堂路也会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展开。那这为期5天的这个大汇演呢，大节庆的部分也期待不管是我们台南的乡亲，还有来自我们台湾世界各地的这些朋友们呢，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以高角之岛作为家己理想甲目标，石鼓文创创办人谢时已经连续10档举办国际古乐节活动，要用歌声传送文化艺术以及台湾的传统。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7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